讲一句迄个甲蛇有关系祝福的话，就会当行到迄个蛇的尾溜去。蛇年快乐到生。今年是蛇年，所以我招3个朋友来耍蛇甲马蚁。但是今年是蛇年，所以蛇袂当比马蚁较歹，所以我决定改良者，互蛇比马蚁搁较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陆山，我是一只伫咧都市生活上久的布袋戏翁仔。因为感觉我台语愈来愈退步，所以讲想要来甲大家做伙练台语。大家好，我是讲台语笑亏的绿地。我是你我是一张土地堡，即马当咧过来罗马字还个台文。来，替陆山练刀啊！来，互你行2步。随打着一张。哎呦，哎呦，来准备开始哦。我看这张就袂使安尼。袂使，爱配一句话。天然的上赞。我看会使安尼。来，互你6分。上简单就上好笑啊！安尼一题有6分哦。系无毋对，好谈吼。迄这对。对，照心情诶。好谈。因为我原底无设定几分，所以就看我诶心情吼。以后找程度来看分数爱偌济安尼。对，差不多就是安尼。好。我较过来咧。来，咱替绿地练刀啊。行4步，1、2、3、4。哎哟，踏着这一粒红色诶星，这叫做好运之轮。所以到底有偌好运？哎哟，袂歹呢，袂歹吼，来，搁行袂歹3步，1、2、3。黑色嘅星就是歹运之轮安尼啊。无，咱即马过年袂当讲歹运，咱来讲即个无遐好运之轮。会使。嘿。改写好运之轮。哇！哎呦，恭喜哦！哎呦！该好运的，佮行3步，哎呦，安尼，哎呦，趁甲变过，哎呦，差几啊？搬一只马蚁过来，安尼是啥意思？会使刷位安尼哟。毋过咱打着这红包，咱先处理红包好啊。会使，好。来，这叫做两毒2项经1项。你要热天食火锅，还是寒天食串冰？你要寒天食串冰啊？寒天食串冰。安尼恭喜你得到7块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完全是照我家己的迄个介意的程度。头仔讲会当搬一只马蚁过来，你要搬倒一只？要讲2只尔。4号迄只，4号迄只，4号到18号迄只。来，安尼你通好到14，水哦！你只看到这大头，安尼你讲一句迄个甲蛇有关系祝福的话，就会当行到迄个蛇的尾溜去。哇！见着，请讲。蛇年快乐到生。有算，你敢讲我就敢算，好吧？哇！大家感觉安怎？等一个豆仔就要算了啊！对，你小等就是就到位。无一定哦，遮有足济迄个无遐好运之轮哦，免着惊吼。安尼咱后一位伊你总算会当练刀啊。哎呀，总算。有一个人已经要行完啦。要见着1、2、3、4、5，红包。哎呦，请问你想要爱你的头大敢若西瓜，还是你爱你的头细敢若野球？我想一下，我要选头大个敢西瓜，因为真正有西瓜含头差不多大粒。有巧呢，我无想过。拢白济。哎呀，我想讲有小药个西瓜，小药啊，较细粒的啊。毋是，毋是，佮有迄种四角的西瓜。四角的嘛有，个花莲的大西瓜。花莲大西瓜，迄红棍直接登去。对。头拢爱咧咧，我头无法度咧咧，直接落落来啊！对，伤重去，手爱个换咧，手爱换咧，好画面。惊杀无，甲一样高啊位，高啊位，哇咧，
哇，来，你要甲送哇？我笑死嘛无想要行遐紧，因为中午的分数都拢无准算。诶点吼，阮到时阵最后是看分数吼，诶，我无讲，应该是啦，无一定哦，无一定啊。应该拢是无一定，因为我想要加算几挂，所以讲我要含浓缩换。你看到什么哇？好我想要算较济物件，哦，我行较后壁无要紧。安尼咱过来甲落山连刀啊多！谢多谢，互我加行3步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哎，打掉马椅，好，过来甲93去，毋对，哎，行一步尔，哎，啊，毋过有红包水，哎，呦，来，请问你要爱见拜笑的时阵拢会拍的，还是见拜哭的时阵拢会拍的？见拜考的时阵拢会拍的啊。好，见拜哭的时阵拢会拍的。好，我刚刚差不多凄惨。诶，更拜考的时阵拢会歹，安尼就考袂落啊。安尼就变做袂哭啊！水哭都水点你，那笑都冻袂掉啊！无啊，安尼就是你哭的时阵已经咧艰苦啊，啊你个一直停较袂落来。拍的时阵感觉就是讲拍长你迄阵可能悲伤的感情啊，是安怎？点数该拍到是会使，嗯，嘛安尼对啦。嘛可能是好代志。现在伊逐摆拢就迄是该，哎呀，好，两盖拢，哎高阿威，我看，一定爱对玩，一定爱一换定爱玩。啊！哇嘞！我讲伊利嘛，你要甲伊哦，分数无讲介济，说电动分数上你有头巧人无歹啥你都不要跟你个，个有5分，哎，你有5分，有人无分，高分无要紧。好，这样甲伊利连刀啊，哎，行3哎啥步，啊？差一点啊！差一点就有通算，哎呀，来甲落山连刀啊。安尼阮知安尼算就紧，那会敢跟两步，那会敢那会个哦，哦，我就袂遐想诶。顶，哦，伊利，这是我大概照镜看着家己的模样，这是迄个这 VTuber 的这个状况大，家拢是电子小抽啊！哎无，哦，哎，我嘛是以这个电子小抽的这个目标来前进的，嘿，好啦好，会使。会使哦，吼，又对你我总要毋甘愿的款，哎，咱甲落地连打，哎，一步，哎，哎，无遐好运，毋知影是啥物，结果个射去好运之轮，哎，无哦，哎，7箍拍无意，哦，无遐好运，哦哟，真正无好。遐无好，袂要紧，你要是迄个上好个诶，嘿啊对，啊，若是像我共款无7箍通互你扣诶咧，是欠你钱还是得维持？都维持好啊，都无。哦，嘿向好向好诶。无我迄个，我嘛是会迄个毋甘啦吼，看我嘛是看袂落啥是，哎哟红包哦，哎哟，红包，来，请问你要拣下骹还是选顶头诶？哇，下骹伫顶头，顶头伫下骹，这实在处于我要选伫咧下骹的顶头诶，你要选伫咧下骹诶顶头诶？嘿，紧张刺激，哎，无钱，哎呀，应该在倒病啊！哎，不要紧，你还有这个好运之路，对，再写一摆，好，对，到底会写着啥咧？哦，啊，后回恁2粒豆啊！哎哟，哎哟哦，哎，你真紧的到底啊哦，哎呀啊，咱就甲落山连打，惊死四无步1、2、3、4，哇，哦，拢无趁钱机会你哦。拢嘛，啥物拢无。哎哟，只剩我要互你的爱啊！不要紧，录地嘛，啥物拢无。来，你即马连2粒，来，
哎哟，行9步，高蹦，一、九步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哎呦，到位。我好打算，咱这个 game 就结束。安尼我是毋是？安尼我13是毋是？好来咧，照我原底迄个设定，就是有人行到上尾一格就结束啊，算毋知影遮紧。可是我们是在分咧，所以咱这个廖迪赢13分，咱恭喜。根本手机，输给了啦，祝大家转年快乐！我昨天们在想就结束，兄弟，我什么胜的？我可无发现呢。你若甲因共款，感觉算无够开，你就饲遮，阮落尾阁有继续算。饲落啦，免歹势啦。哦哟，饲落啦，饲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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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